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明珍。我背后这片茶园呢，是自古以来深山有名的龙泉播种茶的种的茶区哈，而且位在桃园市龙潭区的高原里哦。但是背后呢，也有看到青岛的天塔，韩国也就太建筑物，伊喺龙潭的潮高的变天所，伊喺台天的哈，伊喺台天打算到了变天所地底度有16公顷空架，而起着小瓦斯的火力发电厂。民众认为讲，呢只发电厂新的位数非常的跌档啦哈，因为呢下桃园市政府对呢位呢来推动了所谓平梯茶园、观光茶园哦，也加北角的茶园呢，为了因为呢种实力火力发电厂会受到呢种生产环境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到也系山坡地保育区，也水质、水量、水源的保护区哈，甚至也有种国防的像弹药库啦、油库都设到了地方。有所因为讲，虽然伊就支持节能减碳，伊就支持废核加盐，伊就因为太高用电，但是咧为所增进到安全上、国防上，甚至生态环境当中呢，都唔非常适合。但係喺你行業中度嘅河南堂修復嘅面頭前哦，堂鄉親意見，也堂專家學者嘅想法係乜嘅，請來關心。好，以下来到呢市域嘅河南堂嘅火房面頭前哈，來討論到底一種高年嘅火力發電廠、燃氣發電廠嘅種嘅討論問題哈。也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呢桃園市龍潭地區嘅市議員金玉書金議員哈。大家好。再嚟歡迎收嘅係桃園菜地聯盟嘅理事長潘忠正潘老師。大家好。大家好，好，三點歡迎收嘅係行政院科技飛播辦公室嘅林基興林博士。各位鄉親好。好，其實起天塔嘅係台天公司啊，當然節目製作單位也有請來台天公司，但是台天公司講呢，目前呢只高年嘅計劃哈，還望得到行政院嘅核定啦哈，尚未奉行政院核定，所以本公司呢，不宜至公開平台上對外說明討論這個計劃，所以這邊說台電今天缺席，其實有台電它本身的原因，他認為說這個鳳院還沒有核定完成哦，所以他不克前來。亞神來看到哈，都在那種龍潭嘅公園嘅火力發電廠，佢位數都耐到嘅啦哈。好，看到係也係北二高哈，3號國道，也係。也它所有的龍潭的變天所超高壓變電所在這邊，也是高原電廠。其實都係你變天所底部空降底部度哈，有16公頃咁大啦哈。那順頭呢係新頭的火力發電廠，佢也係共用的負循環的燃氣的發電機組，也係都新竹的管溪鎮。然後你龍潭是兩個別聽聽哈。再來看到是高原電廠的發電計劃哈。那是2006年的時候提出來，那面積是16公頃，設施呢還有2部的氣渦輪發電機，1部的氣輪發電機，裝置容量是120萬千瓦，預定商轉是2023年，注意哦，2023年，2025年就是我們非核家園的預定的這個要來達成的年度哦，所以有鄉親就說，哎，你是差2年是在趕進度嗎？哈，這鄉親的疑問，但是很可惜，今天台電沒有來到現場，無法知道哈。因為你先從鄉親在哪裡講嘛？然後你種新頭火力發電廠做零沙，吼，都係係樣板嘅感覺，有冇？也個太高，嘿。我今日那個休閒農場。哦，休閒農場。出現咩噪音問題？我生理。速度非常太影響。你講火力發電會有燃氣發電會有噪音有噪音非常，我要買噪音測試器。哦，分貝計。係分貝。最大是幾多呢？我哋下報告哦。最大90聲音。92分貝哦，你就迄個關機是按照關機噶。啊，佢新竹縣長喺大安部，早晨8點開始發電，暗到10點。夏季出聲音的，所以關機時間呢，
佢排放嘅叫尖峰泄压时间，机组全开，什么噪音、收音动开。一般从一般嘅发电时间哈，大概55到70之间，因为它有降载、满载、降载。是。你看，第二噪音问题。噪音。第一站，第一站很麻烦。嗯。排放个废气。废气。会出毛。出发屁，那感觉稍微感觉了。有什么吗？有。尤其打针嘅开机时间，差不多有40分钟。足叫3支嘅排烟囱3支都係黃色嘅人哦。黃色嘅人啊。青黃色。我跟那反應機都騙講，那是水蒸氣。我講你做下啱啊，今日水蒸氣係黃色啊。因為我種咖啡。你種咖啡，種咖啡樹。我講你去看我咖啡樹，我咖啡嘅嫩葉嘅葉緣啊，葉緣，嫩葉，會擦會尖尖嘅，因為馬上嘅空污啊，一定會沉澱下來。好，感謝你嘅睇過。你龍潭果園天氣喺日天農業區哦，喺真優良嘅農業生產基地，係唔嚟到農作物嘅民眾都係上群咧，因為個可能呢種新嘅火力發電廠撒下以後，佢會受到影響嘅生產嘅新聞記者剛頭來了解一下。唔貴新界菜園地包種幾啊種青菜，兩日應該係驗收高麗菜成果嘅時節咧。46歲嘅吳貴新，10年前響應政府推動嘅漂亮計劃，將故鄉管理立地體，佢將本來4分外嘅茶葉改種有機青菜。我講啊，你就種咗個啊除草劑啊，佢安尼就想，安尼後生種嚟種，安尼唔想用頭擺，按用削弱嘅方式嚟耕種，所以後來就開始就學習嘅有機嘅方式嚟種植。因為無想嗰本環境受到農藥、化學配料嘅污染。吳貴新決定用有機嘅方式耕作，又係有本身無做茶嘅技術，所以學種有機青菜。一兩年用心經營管理之下，種通路力道攏已經上手。只係前一站，佢聽到附近嘅超高壓變電所愛去天然氣發電廠，佢有得受理。不管用天然氣啊、煤氣，對安尼嘅環境係很有污染哦。安尼咩在想啊？我花咁多心思、咁多錢投入搭配。想冇用農藥嘅方式，我就投入種作有機嘅方式。你遐安尼醫生講，做農係靠天吃飯哦。你遐田係反正講，安尼地講，佢會造成酸雨，會造成這個空氣啊，也水質嘅污染。佢就唔免我哋就做得農民做得用嘅技術做得克服嘅。受理受到天然氣發電廠影響嘅，還有種茶種醫生嘅求救會。佢講佢3公頃半嘅茶園，嗰個天線經過嘅區域已經對茶米小型造成損失。未來因應天然氣發電線路增壓，當然保證情況更加嚴重。就係差唔多3個月咪。哦，比方講我要走300斤嘅茶，就燒咗1個月啊，就從200斤茶啲呢。最冇咩要幾廿分啲嘢啊，唔想架天線接發嚟，唔是想按多條線，路下高唔寬要接發嚟。相當一條路啊，一條馬路啊。雖然台電公司強調天然氣發電係對環境污染清晰嘅政策，同時未來也冇個增加天塔。不過居民認為天然氣發電會產生二氧化碳、細懸浮微粒呢啲污染物，係嚟會衝擊社會環境。採鐵嘅受理建議，就等台電公司用更加客觀、更加為對方上嘅態度同居民溝通。談談農民嘅意見，還有你談談你總督嘅詳情啦哈。對於呢新起一個工業嘅延續啊，燃這個天然氣這個火力發電廠嘅想法係乜嘅？安尼了銅鑼墾企嘅茶園咧超過500人甲，按太面積咧個生產量品質好嘅茶，又大家又識得到，而遐大家污染嘅個東西，就拿落安尼銅鑼墾來發展。哦，你遐都有個新頭火力發電廠咧，因為就到假日只台電限啊大個機組來了去發展，有時就本來就無路好行咧。你農民啊，唔講險佢轉作，做乜嘅東西，你遐就轉作，青島人轉作做有機，然後政府推廣嘅，
啊，尤其个你啊空气全部都唔好，菜也唔好，茶燃也唔好，佮俩排放个进度个碳化物吼，什么进度个化学个元素啦吼，我相信吼，要甲限啊唔好。央办政府都要藐视安尼铜锣坑的人，主要来装了轻度轻太的污染的东西，分安尼了，居民来享用按唔好的东西。他意思是讲，其实人哋北高人来了，人哋搞出咗种茶哈，土地迄人哋拔唔走、拔唔走、晒唔走个生产的嘎拉货是出来了哈。冇土地发是冇办法做农业生产嘛哈，所以你要起了火力发电厂，唔会受理是出来。好，感谢你个台词，看看两位台哥。政府就两边的政策就冇共量，一边就很明显检查了，一边就造成个空气污染。空气污染落去，将你啊，你个东下头，两边就大猛然，猛然个空气个悬浮力就听冇这样。扩散条件不佳。对，然后它跟着下一阵雨下来，就变成酸雨。酸雨一下来，像我们客家人比较节俭一点，就自己种一些菜啦，种一些什么东西，然后第一阵雨一下来，全部又枯萎掉。所以这政策就是乱七八糟，而且现在又是变成又补助我们更新茶园，我们茶园在之前就被污染完了，现在是变更新，更新完了又要造成一个火力电厂出来，火力电厂以后还是一个循环的嘛，以后你茶3-5年后，等它建好了，污染又开始出来了，这是一个问题。好，好像这个大哥意见非常的跟我们刚刚这个大姐很像。好，安子 C。还有看两位台狗黑毛，那计划啊，每小时要烧150吨的天然气。这个天然气一烧完以后会产生什么效果呢？大家可以知道，二氧化碳啊高于36 ppm 的时候，就会造成鼻咽喉、喉咙、呼吸等器官之疾病。在短时间内高浓度的暴露啊，呼吸器官伤害很大。所以刚讲的迄对环境的影响，但是我担心嘛，安尼土地安尼自然留下来，安尼世世代代要带下去，假使安尼带到都无健康的时间啦，假然就要开到安尼肢体啊，所以我希望安尼单位啊，那系安尼带到了，就无留污染源杀到了位，要唔安尼啊？安尼地方啊，那么山坡保育区啊，我希望都神像啊。我做到环保清好样做得起，做冇啲污染源付到入去落去时间啦，跟牙冚唪唥有問題。所以我希望安啲單位啊，多多嚟考慮，譬如地方啊，冇聽說合適合嘅時間啦，冇講多到幾片嘅土地都亂七八糟。謝謝大家。看到係燃氣發電技術產生二氧化碳排放量吼。比起它的燃煤手烧炭来讲，小加轻度了哈，所以变成说，好，它这个每单位电量产生二氧化碳的话，燃气是469克，那燃煤是1001克，所以看起来真有它少了哈，但是比起核电来讲有它多了，所以也相对污染比较低的。但是除了二氧化碳以外呢，燃气的发电的主要污染物有这个悬浮微粒，还有硫氧化物跟氮氧化物啊。所以比如讲其实二氧化碳我们其中拿出来讲了一个，还有其他的这个污染物确实也是存在，这个台电自己也是承认的了哈。好像我们请教一下应该你也总的时间。唔带人向前表太强烈嘅意見哈，使到你嘅認為火力發電廠能把我來起嘅種嘅熱到抗議，人嘅意見係乜嘅？係唔係來你向前講嘅，也係相同，也係冇同樣嘅地方。根本嘅龍潭咧通過嘅嗰度水源期、水源保護期，佢叫三門水庫係冇？錯，三門水庫所有台北劣質嘅水出啲三門水庫，而你通路嘅咧為化作安島，水質、水源、水量的保護區。蔡總統講，非核家園，非核家園他幹嘛親贊成啊？但是非核家園，那採取嘛，從日本火力發電、太陽能發電、風力發電，應該按你行上好，讓我可能一行業倒退呢？今日對過去人講嘅，你按政府講，按照轉型正義。體育轉型正義嘅嘛個，你嗰一天帶下所有嘅輸了地方影響嘅體主啊，全部補上，你唔知道轉型正義，你唔咩？不但冇補上，你還去天廠，天廠死落去，甲我講嘅，佢1年
其产生的了干烟啊，产生的换算加各种的氮氧化合物，1年921公吨，了造成的温室效应，同了的酸雨，所有龙潭乡过去了到生产的了茶，通风茶也好，农产茶也好，红茶、绿茶，小日本，当然得到全国的冠军。所以你的意思讲，其实龙潭了地方，台湾讲3万人的名游的县所，整个遐后山后水的地方，所以你咪讲，龙潭过去也这么多林地设施都设到龙潭呀，云爱安多年的哈，事实上应该给龙潭人有一个转型正义平反的机会了哈。来，你的意见哈，其实地方有地方上的这种反映意见，中央也有中央的这个民意代表对这个案子呢也有他的看法。我们选区好像也有我们的吕委员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样的想法没有？2025年要非核家园，我们要反核，为什么要反核？他说啊，核能发电啊会有辐射，会致癌。那我要请问我们行政院，请问我们的环保署，难道我们的空污，我们这个一氧化氮，我们的2氧化碳，还有就是我们的温室效应，这个产生的这个空污啊，会不会让我们得到慢性的肺癌？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担心的。虽然说很多的环保数据说我们会做好环境评估过了我们才会做。我们看看大潭电厂，我们的潘老师都在这边了。大潭电厂退回去，我们的环境评估要重新做，不到2个礼拜时间，数字美化一下，反正我自己做的嘛，又送出来，都对嘞，马上可以动用。大家环境的污染、健康的影响，我们一起要站出来，坚决反对在我们的水源跟我们山坡地的保护区里面盖这个高原的燃料厂。我们桃园总共有多少电厂？7个电厂，全国最多电厂的就是我们桃园。桃园在进步，在繁荣，我们环境如此的污染下去的话，我们乡亲真的是非常非常担心。那委员谢谢。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这个林博士啊，就是说，刚刚乡亲也许从很多不同的面向提出来，也许需要一些科学的论述来佐证，就是说，不管是环境也好，确实燃气发电有这个硫氧化物、碳氧化物的这个影响，还有这个悬浮微粒啊。那还有就是说，这边是水质水源保护区，不管是竹北的自来水的净水厂，或者是大石门水库这个集水区，其实多多少少都一定会受到这个，如果再设一个这么大的这个发电量的这个燃气。那我觉得我们国家需要电哈，我们社会可以有不同的发电方式，比如说这个火力发电呐，譬如说这个绿能啊，各种发电方式。您这是欧盟各类能源。欧盟在先进国家，他们有这个研究说，你使用某种方式发电的话，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成本，包括酸雨，包括各种其他方式的这个扶持风险之类。总而言之，大概是以这个燃煤对社会成本最高，就是最不好了哈。如果我们只谈这个发电的成本的话，再过来是那个烧油，再过来是天然气，再过来是核能、太阳光电、风力啊。如果社会要电的话，如果社会要电的话，我们一定要用某种方式来产生电。我们不是这个就是这个，不然的话就是没有电哈。各位乡亲，世界卫生组织啊，美国国家科学院对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超过几十年哈。粗略来讲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可以测量哈。比如说每次你站在这里，那个电线高压电线在那里，你会不会受到这个伤害呢？不会的，为什么？电磁波是无形的，我的伤害会不会也是无形的？这个肉眼看不出来。不，这个可以科学研究。是。有一个例子我们很多民众不了解，光就是电磁波，太阳光，而且是这个电力线的大概有1兆倍强的能量。因为它的能量太低了，美国国家科学院跟美国总统科技政策室的结论是，我们不用伤这个脑筋，这是科学研究。
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已经暴露在各式各样不同种类跟强度电磁波里面，所以也不用特别对这个电磁波感到这个忧虑，是这个意思吗？对，是的，因为我们都不担心这个1兆倍强的这个阳光啊、可见光，都是同样是光哦，这是很强的电磁波哦，我们都不担心这个。我们为什么要担心那个很弱1兆倍弱的电磁波？那老师，你觉得说，其实我们刚刚看到一个场景，就是说，在沟通或者是政策说明，甚至说科学的这个论述、科学数据的部分的时候，产生看到一个落差。当政府它推了一个大的政策方向，那他希望说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全员动起来，要跟当地居民去做说明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因为刚刚那个场景，其实您的想法是什么？我公司在都按样的污染东西来多时候哈，你都挺难过嘞，只能找回馈金来安慰一下自己啦。好，所以我感觉，我想要抢高台天的部分，我想讲，你民众要台天对话的时间，先抢高高雄前，你感觉到你建议哈，你台湾有欠天的问题吗？应该没有啊，这几天应该是没有了哈。但是你去能源局去台天的资料看。现在还是供电吃紧哦，3月5号供电吃紧，臭米六个还少难得，今日供电吃紧的嘛？去年的时间，他给最了解，去年5月30日的时间哈，该确实供电吃紧，跟你讲，这个备转容量剩下1.6%，那真的是很严重。不过你实际再认真看一下，当天的真正的发电量啊，就是我们民间的需求量，大概是3500万千瓦。可是我们全国的装置量有多少？你知道吗？我们全国装置量有4870万瓦。我们尤其是20-30年前就常常听说，哎呦，没有建核四哈，我们一定会没有电，会很惨。现在核四有没有建？建了，但是有没有用？有没有运转？没有啊！你有没有被限电？没有啊！真的缺电，台湾会缺电，一定要坐在我们高原这里吗？也未必嘛，对不对？我说的未必，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水源山坡地保留区，本来就是规划要有一个自己的社区的发展方向嘛。那为什么又要把这种会有污染？虽然说燃气电厂的污染比较少。但是它的硫化物、氧化物之类的，还是会造成酸雨，还是有很多的污染嘛。我跟各位报告，现在大家很紧张的原因，因为中南部的 PM2.5 非常严重，那些燃煤电厂呢，它现在造成的空污非常严重。那我就在请教政府，你可不可以就把那些燃煤电厂改成燃气电厂就好嘛？对不对？没有必要再设到我们这个真的是好山好水的龙潭地区，是不是好，潘老师他提到就是说，其实如果说大潭那边还可以再继续的这个还很无奈的状况下，有条件很无奈的状况下去做的话，那这是他他的一个想法，也许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理想啊。台湾应该有一个退休老师讲说，其实我年少离家年纪大了。转到家乡来，想要去建屋来那种养老，结果看到哎呦，按到天塔，其实心肝都会受到影响哈，所以是不是安样型对那个当地的民众嘅无论个体家物家来讲我好不容易赚了钱买了一栋房子来居住，结果碰上这样的事情，心里面也会有阴影啊。像陈腾腾新闻记者刚才有一定要给他17猜梯4月3日老太天遁做连沙，记得面对的情况很样满意。那我们精神上的压力都十分的大，因为进门就会看到一个好像巨型怪物在我面前。这片是龙潭街20社区，看过去一座高压天塔就托社区巡航，居民一家考试讲，这是社区的铁票巴黎铁塔。这座社区从1999年落成，不过第1年天塔就起好。12年来，有首府因为对唔掉同天塔做联下，陆陆续续搬走当多，也因为就按那个设施无敢建跌。我们这个社区总共有116户，
现在常住的应该在70几户左右。当初这个社区所购买的房价最高是690万，可是最低为了这个电塔最低有达到150万，拍卖还拍卖不出去。几百户嘅社区感受唔到太多嘅人气，而且屋看得出主人已經搬走，亦係當叫無新嘅主人。因為了錯天塔嘅關係，實在搬走嘅早就搬走。當我們有住戶到那下方幾乎那擾民的情況非常嚴重。我曾經也到過電塔下方也感覺到這個擾民很嚴重，不趕快離開都不行。龍潭區天塔嘅咩土檔高，對天頂向下擺看，方圓1公里圏內就算得出超過40幾個天塔。嚟到天塔延伸嘅處府，對了解電影界嘅理想充滿批評同無奈。人家福科的人大概都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是就是失眠了。像我老婆，她把整個晚上50歲夢，不讓不失眠。我哋項目全部係大都要靠藥物。失電的時候，咁樣所以佢，但係唔係講主導了電磁波影響，因為冇科學根據，唔敢直接怪他。可是事實上係樣東西太假如造成失眠的狀態。本來嘅大屋環境因為外在因素造成生活品質無好，物價緊跌。居民受理未來可比國際天然氣發電廠造成嘅影響將無抗體。今年嘅生活權利應該要受到重視同改革。我如果能走，我早搬走了。可是就是因為沒有辦法，我拼了一輩子，就拼了這麼一棟透天厝。那現在這個樣子，我要去哪裡？所以只好跟失眠為伍哈。那我不知道說，還有那個現場詳情啊，對於那種嘅天塔哈，那個因為你下台天講不會再增設新的電塔，所以。大家也許會覺得說，好吧，那不增設新的電塔，那對於既有的電塔的存在，是不是告訴我們這10幾年來你們跟它相伍為鄰的想法是什麼？新桃發電廠氣候以後尤其在東北季風這段時間我每天早上5點半在東安國小去做個返老還童的氣功，睇住個披到個燃的時候，鳥獸四散啦，睇住個走香香，這樣子第一個那個味道。真的是很難聞的一個味道那大奧辛尤其那個好像你 L4 爐二氧化硫，人家講的很多吸多可能也不好了。大家在運動，一聞到那個一團黑煙飛過來以後，整片人跑光光。你確定那個是新桃火力發電廠的黑煙？那不是誰放的呢？那個吸納器，所以剛才講的我們的講說是早上8點鐘啟動，其實它就是大家有在抗議，它在清晨的時候。都清晨5點半時候再發放的。我說這一點抗議還是提早到5點是錯的。其實才不用去讓它發天啊。另外一點我要強調的就是說，在我們核電發除役以後，能夠將所有電廠撤離到現有的發電廠、核能發電廠、火力發電廠這邊設立，我想我關係鄉親，還我們一片長壽吉祥的這個美譽。感謝大家，祝福大家，謝謝。還有那個泰國。大家睇講，基本講吼，安尼位對高人都能夠上個位，安尼講，其實講蒙人期啊，你蒙人對安尼茶人真好，尤其是春茶，安尼龍泉包種茶，我有名係個蒙人。我冇辦法講，提到講你高壓電塔40人機對溫室效應有影響冇？不過你按幾十年，溫室效應越來越嚴重，安尼位蒙人。其實已經減少很多了。該新桃電廠 DIV， 漢白又要去一家火力發電廠，它所產生的這邊除了猛人，這個它台面冇用，漢白猛人邊嘛酸物，酸的嘛酸的。剛才講，你那個個茶人的300變200，看個熱了燒的，又品質又唔好，對 DIV。個人後山後續影響經營生態。所以因為講現在嘅新桃火力發電廠已經造成了地方嘅微氣候已經有受到影響了。所以你現在咧到有新桃蒙沙鹽對你嘅茶米嘅生產當好，但是你下蒙沙鹽嘅情況已經減少嘅，係因為呢種嘅
温室效应的关系啊。火力发电造成这个微气候改变。嘿呀。好，什么太噶？好，那边。今晡日，万一讲必雪落去啊，后台你若要眼汤眼的呀，就哈，讲眼的无真一金，好山好水啊，祖先交本眼的，眼的变啊一个空污啊，哈，啊一个土质啊，哈，来交本，唔好来交本后台啊，哈，所以一个事情啊，哈，尽量你要留为主动。为了强山绿水流的后退自损是超个好。也唔好查，哈，我意思係咁樣，哈。好，感謝，感謝。謝謝。好，謝謝。好，你嚟睇個。各位鄉親大家好，今邊我做一隻休閒農場，嘅某半日一下來看到人高壓電塔啲蛋糕，我哋來到喺廠嘅來唔掂會幫眼喎，我食野菜唔掂會有乜嘅受到嘅輻射污染嘅問題冇。當個下巴嘅直升機差唔多1年要射架嘅愛子射200，因為安尼方圓是1公里之內有差唔多40人嘅高壓電塔，差唔多這個時候前2個禮拜也有，韓國4年半年嘅時間，有個直升機當又有噪音又射愛子咪射那個那種就應該是用那個不知道什麼水在洗那個愛子啊，對我的下巴跟土地啊，還有那個農作物啊，都很有影響。這菜種我全部口腔啊。好，謝謝。好，你綜合頭下新聞樣片邊啊，有詳情嘅反應嚟看到啦哈。主要你看到老高壓天塔做林沙。受理物件呢，受理天池埔啦。頭先講8.5公尺以外呢係安全嘅範圍，但是8.5公尺以內呢係咪就冇安全呢？因頭話提到講，青島公園裡嘅里面可能都係攞8.5公尺地位度哦。吼，佢像佢都查驗做些時節，可能繼續嘅天塔都佢跳拿當天天啦吼，所以也係請繼續嘅。韓國有高頻的聲響吼，韓國會影響房價、地價。頭話講，有啲先生講，我有機農場咧哈，種作環境不是這麼好，我想要換一家生產基地啊，因為良心事業梗會污染嘛。但是人哋看到，哎呦，安定人家地產賣唔出去，確實佢地價會受到影響。韓國嘅射天塔嘅水吼，會使得佢種嘅。吹入嘅地道，而係會攪起來哈，你也係佢哋生活經驗，確實係一樣性，再落去地景的破壞啦，真緊。那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的博士，就說到底這個洗愛子的這個水是什麼水，是什麼溶劑？為什麼鄉親一再的說，洗過愛子之後，被他的那些洗愛子水滴到的那些茶葉也好，菜葉也好，都會捲曲。我不清楚台電用的是什麼洗液啊，不過呢，大家知道一下哦，為什麼需要清洗，這個是有助於大家了解這個過程哈。之所以會有愛子需要洗滌，是因為台灣的空氣污染導致那個灰塵啊，或是什麼海鹽或是什麼東西沉積在這個愛子上，那這個會影響這個輸電啊，還有一些這個傳遞，所以呢，需要把它清洗。譬如說每1年啊，或者半年或什麼要清洗，所以這清洗是需要的，減少輸送電的損失，提高用電品質。還有剛才各位鄉親說會有高頻聲響或什麼東西，這個也是因為它沉積而導致這個聲響。對啊，那個有霧時候，那個聲音聽了就很可怕。對對，有些人是其實用可怕當然是一種觀點啦。那其實它並不可怕，因為它不傷我們，那只是電的傳遞的問題，那跟我們是可以說是沒有關係哈。我們可以要求台電說你要用更好、更衛生、更好的洗液，這個是應該可以要求。他如果說做不到，那我們大家想辦法。我們的大洗後水提到說哈會醜，很醜，會害怕哈，對，這也是事實。我看到這些龐然大物哈，我心裡也會覺得怪怪，但是話說回來，如果不用這個，用什麼東西更好？你說用木頭，用什麼嗎？恐怕不好，因為它會好，現在走地下，各位先進，你忘了那個坑的地下哈，它的工程費，它的什麼東西更高很多。我們的每個月付的那個電費就要上增，因為那個成本就出在我們自己羊毛身上嘛。羊毛出在羊身上。對，第二個。你放在地下的話，維修很困難，你要去挖下去，你要打開要什麼東西，有它的困難度啊。還有我們的鄉親害怕電磁波啦，
它比较远哦，在那边高很远哦。你把它放在地下哦，其实离我们更近了，因为它放在地下哦，大概是几公尺啊，6公尺或几公尺啊。那个我看起码90公尺吧，那边呢。好，谢谢。那我想请教一下你也，就手口好了，论口好了，你实际的审法经验有清台嘅无侦查啦吼。所以咧，应该还有上嘛个意见係推你向前嚟講嘅。今比安尼討論嘅唔係講，啲影響天台影響用辦，用政府會影響唔影，唔係安尼問題。今比安尼講嘅係山坡地保育區、水源保護區，適不適合蓋電廠？選址的問題。錯，你請影響地勢衝擊最小的地方去嘛？因為許多兩位台天位都要上錢，但是當年呢發假設比去發給個很多年終獎金啊、盈餘啊，所以過去你啊天塔、天線很多像潘博士講的，不得已啊，過去啊為咗減少無奈何的事啊，但是第二太陽能案發攤政府一直推崇。日本安進鋪，你哋啊，做嘛唔炒太陽能？唔裝天塔，唔裝啲發電廠，裝到你龍潭呢個地方，根本影響常態嘛。我哋到根本要表態嚟主講，政府來檢查，為有天冇天跟你評估，但是做唔得許多一隻安尼嘅地方。徐議員頭先講到清楚啲講選址的問題啦，講你話為所真見係冇適合嚟開啦，嚇，係咪你仲係你起天窗嘅時間，為所現在為當中要喊你講，你下像頭先你潘老師講，既有的電廠，我們也許是設備把它更新，或者是說把它改換成其他的比較節能，或者比較這個低污染、比較環保這種發電方式，係咪樣嘅方式係大家所希望呢？談談其他。專業嘅人員嘅意見係乜嘅？聽聽新聞記者講頭去了解一下。龍潭好山好水，反對電廠。這係2月中旬，龍潭當地嘅新議員同里長不滿台電公司얻到境內去天然氣發電廠徛泡布條抗議嘅情形。同開發政策同地方抗議之間，環保人士建議台電是在溝通居民溝通。在龍潭地區居民有這樣強烈的這些反彈或意見，那我們是不是應該針對這個選址的問題來做一個通盤的考量？比如說，如果離周遭有太多的居民，那當然你天然氣也不是100%安全，或者也有一些疑慮在哈。所以我應該覺得說，台電應該在這個選址的部分能夠提供給當地居民了解，說什麼樣的場址設置這個天然氣的發電廠是最好的，然後盡量化解當地的這些疑慮，然後讓大家共同去找出最好的場址的設置的地點。除了做好採體充分溝通之外，環保人士也建議政府是在對整體嘅發電設施做檢討，提升發電效率，無天橋或個增加發電廠。以現有的舊的已經既有的電廠去更新機組，然後去改這些燒天然氣，或者是增加更高效率的這些發電的方式，這樣子就不要一直在蓋電廠，因為你在沒有電廠的地方要蓋新的電廠，當地居民總是會有反彈的意見哈，所以我覺得應該再反過來從能源使用的這個上限，然後依照這樣的方式去規劃台灣現有電廠更新汰舊換新的計劃。台灣嘅經驗公民意識漸漸提升，面對日本講嘅臨批設施開發案，居民接着會表達自家嘅意見同論述。同開發單位面對安尼無強權相應嘅時節，除了溝通之外，用其他嘅方式達到預期效果，無天橋個增加設施，可能也係一項是在做嘅方式之一。主要係呢為所選址的問題，除咗另外呢是講後面倆已經有個天廠所以做實時嘅檢驗啦哈，啊像倆樣片地北都有新嘅想法提出來，你相信後面還有新嘅想法再提出來，一並的討論。大家要用電，我們也知道政策非核家園，我們也都知道。但是因為我頭腦扎都按扎，對你安陽縣的地方來咧建設了吼，山坡地保育區、水質、水源、水量保護區來咧建設，而且計劃10多年，希望講吼，你政府吼，你點吼，希望能得的改進。大家都知道，今天它電廠是設地9年的，桃園的觀光重鎮在哪裡？
在龙潭呢，对安尼龙潭，而龙潭的重要的观光景点在哪里？对，按狗眼呢，对不对？你按永远的地方来杀天窗，有没有道理呀、真的是过分。核能所刚才讲按岛都低了边，我们还尽到一个很大的社会责任，还嘛个，那个谈要对安尼龙潭呢，系嘛？垃圾场要对安尼龙潭方诶，我们尽的社会责任就已经够了。还要对安尼龙潭，这个杀掉发电厂，你嘛个政策啦？啊，政府还嘛个头脑啊？是，对，所以这唔得讲，味道爱省钱，味道讲吼，你杀掉危险吼，你土地唔是买。那前面讲，你好能够排放这个空气啊、温室效应条件更好的地方来设才对嘛。发电厂、弹药库、油库全部集中在这个地方，变电所都在这里。拜托，你他给团结好不好？我们坚决反对到底，好吗？谢谢，谢谢。好，我看这边有个里长也在举手反对哈，谢金奇谢里长。其实呢，我讲台湾电力公司哈，还有那企业人员的事的。人气也是的，15年前桃园发电厂的设立时间呢，因为动约社啊，无人小企来反对啊，偷命啊，杀掉桃园发电厂。其实桃园发电厂呢，头下详情还有讲嘅痛苦的所在啊，非常新头发电厂非常的艰苦啊，佢对啦污染、对啦老百姓嘅安撫吼，一啲贡献都冇啊，大家输到嘅艰苦俄羅仔吼，多啲下。如果嚟殺入果園火力發電廠，我想睇下，你大家做表態之間呢，我會後生人非常講嘅話，你睇青島平地開始在種茶，我所啲嘅有10個後生人開始在城鄉茶葉嘅建設啊，你喺度工作做個進行下去，你喺度老化嘅社區啊，漸嘅呢，做得得到後生人進來，因做法律啊，你睇政府要一筆責。果園發展咗好啦，我想一個總頭，那麼本業邊污染傳奇做好嘅啊，污染傳奇他咁樣做果園嚟做好嘅啊，我想當然唔係，基本嘢你叫個出面睇啲嘅節目，我嚟呼籲，不單單太同樂嘅地區，你龍潭地區，甚至所有你啊後山後水嘅裝備都會提出來，由政府好好嘅表態。我希望呢個節目都嚟到桃園市政府，本市長地睇下。科技部門佢講，你下縣政府行政院忙住黑天啊那種嘅計劃，係想去嚟潛市政府，透過你前一年嘅力量，你連署，成咗潛市長，地方冇同意，市政府冇同意，行政院就冇辦法，係想大家做呢個工作呢，係一家人，今日冇達標，聽講演出不噩夢啊，唔好做長命夢，大家達標提出來，什麼大家，謝謝。問題我想先請教潘老師。那我們想請教，就是說，剛剛你看到說，桃園市政府要在那邊設平地茶園，主要說觀光這個茶園，然後也吸引年輕的農民回農。但是台電要在這邊設火力發電廠，這個政府從地方到中央，中央橫向部會之間，整個對高原地區的施政的這個想法是錯亂而衝突的。那政府呢，也常常有好的那些政策出來。比如說我們桃園這裡好山，龍潭這邊是好山好水，那茶園呢很多，當然他也就會想到說，像我們市長就會想到說，那我們這裡繼續把它推動，成為農業的一個觀光區或者是休閒區，這一些都證明說有一些政府官員其實是了解的但是因為中央和地方呢，比如說這個電廠要設是2006年他們就開始規劃了。那過去的政策和現在的狀況如果不一樣的時候要怎麼辦呢？這個時候我就非常贊成剛才那個里長謝里長說的，如果我們的市政府還不了解這種狀況很嚴重，中央的政策這個時候要硬推是違反我們地方的未來願景的需求的時候，那地方就要趕快反映意見，讓市政府知道能夠和地方民眾站在一起。跟中央去表明我們不要這一個電廠的意願，那我相信是有機會的。那至於整個台灣的電力政策啦、使用這些方面，我第一個想法就是說，這個我現在可以談哈。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我們台灣呢，其實第一個不一定缺電真的缺電呢，我們會建議呢，台灣的高耗能高污染的那些產業要先淘汰。
这些不淘汰，其实吃了我们很多的电，吃了我们很多人民辛辛苦苦的纳税钱成本，所以这个先淘汰。第二个，政府呢应该要鼓励我们民间，包括政府机关呢，都能够想办法节能减碳。我还要跟大家报告，真的限电来的时候，不应该是先限我们的民生的电，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办法叫做电源不足时期限制用电办法，这个规条，这个规条规定，一旦限电的时候呢，是先从工业用电先限5%开始，你知道吗？所以对民生来说，限电其实不是真正的压力，但是政府常常用那个来恐吓我们老百姓。所以我想大家呢，加油。比如说，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电表都是非常落伍的电表，你只能看到一个简单你家用电用了多少的数据。实际上，世界各国现在都在推什么？推智慧型的电表。如果今天有限电的需求的问题的时候，我自己家里就可以马上来减少某一些用电，甚至我现在呢我正在享受冷气，那我就暂时出去走一走。我们全国的那些冷气的房子呢，把那个电一降下来，马上我们就不会有限电的压力，让节能省电更有感就对了。是，我们的政府应该想办法去推这些真正有效率的智慧电网、智能电表、智慧的那个电表才对。这个是我们要求政府一定要赶快做，不能再拖了。好，希望大家也一起来配合，谢谢。好。在104年的时候，台电发电购电的配比，我们看到燃气部分是35.1哦。那其实这是104年，到了105年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来到36%，增加0.9%。看到的是燃气确实是逐年在上升，因为它真的是相对我们刚台电也告诉我们说，它真的是相对的它的这个成本是比较低的。好，这燃料成本部分，天然气呢是1度电呢是1.9664元，但是这只是燃料成本而已哦。如果是总成本的话，大概就是3.22元左右，比台电1度电卖2.96块还要再更贵。其实它真的比较便宜吗？它是比较贵的，而且台湾本身大概8-9成的这个80%到90%这么多的天然气是仰赖进口的，所以跟国际油价之间是联动的。那我想说，现场还没有乡亲，对于这些数据或对这些台电的这些说明哦，文字上面的说明，还有想法意见，请举手好吗？好，这位大哥。那以龙潭这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已经被放了那么多污染。那没有去做改善，那龙潭再多一个火力发电厂，虽然是天然气，那龙潭这个地区有办法再容纳这个污染源吗？这个土地能再承载吗？这是我们的疑问我们强烈建议在环评的部分一定要做严谨的环评，而且不是只做那种单纯的一阶环评，在书面上审查而已。居民的参与度、社区的知情权、社区的知识。都并没有被容纳进来，应该要做到严谨的2阶环评，这是我的建议，谢谢大家。好，我们确实看到说，在整个台湾经过这么多年的社区营造，慢慢的这个社区的公民意识或民众的公民意识是逐渐在提升当中，因此对于家乡的关系呢，可能不只是龙潭地区，我们今天看到从关西，还有从这桃园南崁这边来的，甚至还有从竹北来的我们看竹北的这边的乡亲，对于我们的邻居有什么样的想法没有？其实燃气听起来那个污染呢比燃煤要低，可是其实未来还有一座宏观，那加起来我们这边总共就有3座。那3座燃气电厂，其实那个污染应该已经不输1座燃煤电厂了。那总体发电的政策应该务必请再三思，不要这么轻易的去决定2个乡镇市区，甚至是2个县市的一辈子的生活品质。好，所以您觉得说，其实就既有的，也许这机组可以再更换。不一样，比如说燃油的啦，或者燃煤可以把它更换成燃气，或者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增设绿能这部分，这样好。我想先从博士开始好了。其实今天很多乡亲提出在地的生活的看法，他们觉得说最主要就像我们刚刚里长讲的是选址的问题。那不知道说您会对乡亲这样的一个选址的疑问有什么样的提出你的看法没有？我们的民众支持非核了。那你支持非核的话，你势必要有别的东西来发电，
所以呢，支持非核的人，请你也想想看，说我们要什么？你要么就是煤，不嘛就是天然气，不嘛就是绿能。好，你一定要有这些东西。目前其他东西都不成气候啦，什么什么海水这个温差啦、地热，这个都不成气候，而且成本很高，不稳定啊。这个你不要，你是非核，好，那你要什么？好，谢谢。那好，台电你透明化嘛，一年发那么多奖金，你哪怕什么成本高，那你就是根本不需要做的设施，你硬要把那些钱花在这边，你浪费我们的纳税钱嘛。这点我比较觉得说，天然气本来它就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今天强调就是不要在这边扩散条件就是不好的地方，你不要再讲科学了，讲科学很多的数字你跟我讲说这不会伤害，但是这茶树死了呢，那个你说洗那艾滋的水不会伤害，那菜死了呢，那叶子明明就枯了嘛，排放黄烟的，我跟那个陈正贤那个有机农场的，他工厂旁边那个他就排放那个黄烟啊，那就是有毒，他那边菜都种不起来。你看所以说地方要选对啊，扩散条件要好的地方，这点我们非常强调。大气扩散条件对，我们希望大家要了解，所以不要再讲科学，不要再讲科学了，科学没有什么那个了，他只是用数字来骗我们了，我们就是事实了，我们感受最深了，好不好？谢谢。好，那议员，你也。他们做出来计划书里面林林总总写了一大堆的数据，但是这里面完全没有提到我今天排放出去的这一些氮氧化合物，对于你的农作物，对于这个温室效应产生的酸雨，对你的这些所有的住宅结构物、金属等等，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一年你龙潭、你桃园会损失多少？没有做这样的评估，你只会说这个是里面影响所有发电影响最小的，那也就等于说大水快来了，这个水来了之后不会把整个屋子淹掉，只会淹一半，意思是一样嘛？可笑吗？非常可笑。虽然龙潭是一个农业区，但是我们都受过教育，我们也配合政府的法规，但是这么样不友善的方法政策用在龙潭，我们会从此以后，如果政府不停止，马上停止这个计划，我们会从乡下一路走到街头，一路往北走到总统府，这是我们的决心。谢谢。那就有，我稍微解释一下吧，对不起，那个潘老师，各位乡亲对我刚才讲的话可能有一些误会哈，我并没有说要选在这里，我也没有说那个洗衣呀就没有问题什么，那个都不是我讲的，大家不要误会，我讲的是说电磁波这个目前的情况并没有影响我们呢不要去担心那个。虽然有一些人说我讲了3次就成绩其实我并不是那个意思大家把一些不是我讲的话都凑在我这个账算在我身上，我觉得非常冤枉。好，潘老师。各位乡亲好。其实我非常肯定博士啦，他是把他科学的数据告诉我们，但是他并没有说这个东西就一定要设在这里，他不是在替我们的政府讲话，这是我可以了解的第一件事。那我也了解到我们龙潭地区的乡民、高原地区的这些乡亲伙伴，你们就是反对这个东西来，因为你们也知道，就算是天然气发电，它的污染还是有，还是会对我们追求要成为一个比如说休闲或者是农业的这样的一个愿景方向呢，就是会受到影响。那我要说，现在是一个民主时代，我们也认为电厂不应该设大，要小型的才好，变成是社区型的电厂。日本现在、欧洲各国都是朝这个方向在走。我说我们观音的大潭电厂不得已啦，已经无奈到只能接受全国大家缺电的痛苦，要发展到23.5%的发电量。但是我会建议，就是像高原地区这样的地方不要再设，因为这里就有我们的愿景那同时要设的话，非设不可。我会建议，既然是民主时代，就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如果居民的意愿是不要的，那请尊重地方的居民。我会特别强调，因为我们就是民主时代嘛。那我在这里也要期待，就是说，各位乡亲，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在这里不好，
一定要展现你们的意志，从市府这边说服，然后到中央，我认为是有机会的，加油加油！在我们所掌握到这一份台电内部他们这个长期105年长期电源开发方案里面看到，就是说，其实表定这个高原的这个燃气发电厂，它的完工营运是在112年的7月份。居民高原里的乡亲都还在等台电的一句话，等台电的一场有诚意的公开的说明。今天村民大会开过之后呢，我相信，社区居民还是会持续的反映，发出他们的声音。希望台电，希望不管是各级政府都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能够好好坐下来谈这个位置是不是真的适当。如果一定要盖这里的话，那请告诉我们你的科学数据是什么？到底对环境有什么样影响？对公共卫生、对居民健康，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这个评估？你要告诉我们。而且这种长期大规模的东西，应该很早以前你在规划的时候就应该要做，而不是现在急就章3个月、2个月丢出来，数字改一改，永远没有办法取得人民的信任。我想这是这过程当中最痛苦的一种失去，就是失去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以上是今天的村民大会，谢谢大家观赏，谢谢。